咱安尼敢是佛？咱咧做即件代志，互人善的，互人好的，互人会当了脱生死，解脱即个苦海轮回。各位浅显做即个代志，做即个动作，敢是佛？做即个代志就是佛啊！只有佛，只有神会当解救众生的苦，敢是？所以咱爱互伊神而明之啊！咱爱有即个神会当明啊，会当清楚，会当光明，爱甲请出来言哦。所以当咱若去开始感觉讲我做袂到的时阵，咱爱甲想，哦，咱这绵绵玉存用之不尽，有一个超级的宇宙观哦，超级的宇宙的宏观妙用，咱去甲连贯，有一个门槛，会当晋升。咱即摆讲咱拢元太如主，咱去到遐，咱即摆若着去到李天，即问的是院内啊院外？院内啊院外？咱等去到底是伫内院啊外院？内院甲外院，敢知影安怎差别？啊，搁有一寡课程，就来外口外院哦，在外院怎样？在修、在练、在学习。听讲伫遐若当年哦，袂晓拜礼节的吼，当年伫遐咧学礼节足艰苦安怎？因为无即个体啊嘛吼，拢虚的嘛，虚灵一丸啊，虚灵啊就一丸，虚灵。啊，即摆规落安怎？就浮起来，规落就浮起来。啊，真浅显，你真规落会浮开无？互你真若规落浮开，遮个人可能甲你放。为虾米？因为你有奇迹啊！你迄个奇迹叫啥？无正常的奇迹啊！但是咱即摆拢有正常的奇迹伫内面叫啥？咱真规落是规落去，但是这叫做简单哦。轻而易举哦，真哦，你轻而易举当做个代志，你若唔去做，你怎么等伊到遐较来学，有艰苦无？咱咧想啦，你真要食物件，拄到厝，伊从安怎？去飞去？咱咧甲想，下昼你要食迄个便当，你要飞落去，你喙饭要飞落去，你喙饭要飞出去，飞落去佮飞出去，你敢食着？安尼你是艰苦啊，是快活？艰苦啊！咱真係愛來學啊，真係愛來學啊！因為你真來而且學好，真係愛甲無好嘅皮皮毛病改修修的，改學掉學好，兩工轉去咧，會當入去內院是無共款的，風景不一樣。同樣一個門叫做門外跟門內，哦，安那人常常要當門外漢，伫遐咧徘徊，伫遐看爾。哦，人內面夠好嘅啊，內面攏伫遐咧享受足好嘅吼，足好吼。咱真正只找恁去好無？啊，較拄啊有咧淺淺伫後壁来咧參觀咧，哦，哎呀，你對人攏坐遐找恁去咧，咱若無伊啊，咱愛徛喺後壁聽。所以淺淺，咱嘛是人平靜的人，咱敢知？因為咱一人一位，我們每個都有佛的果位，哈，所以呢，為什麼？好，再來，咱來以國體的觀，咱家己咱來去啊，思考咱這個生死的妙用，咱就是天人共辦，要出來修出來辦，配合咱道務，人安怎甲咱安排，咱就做啥物貨。咱莫去遐想講啊，這我會，這我袂，學就對啊。因為你只有去遐學，你這個有心會綿綿不斷。啊，咱頭拄仔嘛有講哦，腦子一開始，伊即種內面攏要甲咱講，天地之間就是有一個即個奧妙的神機佇內面。你攏莫去遐叮當，伊嘛是安尼。你攏有去遐做，無去遐做，伊攏遊玩佇遐。你有去遐用，無去遐用，一般人會解說啦吼。有去遐用，無去遐用，伊攏一直佇遐，伊袂無去，伊就是佇遐咧不斷循環，不斷咧用，不斷咧循環在做。但是幸好會甲伊自己的個人的分享，幸好會希望咱用伫道中來誘導，以咱道中來看，以咱修辦，咱各位兄弟姊妹，咱來甲伊看即句的綿綿玉存用之不盡，希望咱下當。要上天来共辦，咱若會當甲咱的福性，咱會當來提出來做主。咱的命運，咱的思考，咱的言行攏會無同款，因為咱是徛伫終點啊，終啊，然後延續第5章的終啊，咱就有法度講的、做的，攏袂去互偏去。啊，咱嘛會當跳脫出這個輪迴，會當實踐，甲實踐會當改變咱的命運，互咱這個主心骨咧。袂互咱拖累了。如果伊今仔連外院都到不了，管了大濟，可能含外院都到袂到哦。各位淺顯敢知？咱人想講哦，伊就講，伊攏永遠佇的啦。一般頂人社會人咧解說講，即個有一個生命的靈體，永遠攏佇的。你做好做歹，伊攏佇的。你攏莫甲用伊嘛，伊喺咧用。
以社会人安尼讲哦，大家拢来做做咯，不要病到死。但是做一个先尴尬，有个生有个降，就全在于我们的选择。所以后学在这章里面，后学就会把它隐喻成我们必须要来报老母的恩典。咱来报老母娘的恩典呢，要报老母娘的情呢。啊，各位浅浅，要安怎报？要安怎报？将道的存在，咱来甲体会。咱其实有足强、足大的本领，这个身躯一个本能，要神同款会当明白通达的本领，要佛同款会当普度众生、慈悲为怀的心，要老母娘会当起天灵强办的，咱有这个契机、这个神机伫内面，所以呢，咱会当体会到咱最强大的本能，咱会识得出来哦，咱这个实体会出来哦。咱就袂感觉咱虚虚，咱就感觉咱是实的哦，我们是实的哦，所以咱拢讲爱真修实办，毋是假修虚办。咱毋是咧办外口像庙会安尼，动动茶安尼哦，后咧一工过啊。神明咧办事咱看无，因为因咧外面咧神明咧办事，但是咱人安怎，就是夜向对排对老咧。但是咱一贯道，咱身为一贯道每一位修主，咱的兄弟姊妹。咱毋是安尼哦，办一场法会，讲啊办完就煞，咱是甲办今仔来的体会，今仔来咱就较含慢讲，但是咱各位真诶拢有智慧听，拢有智慧会当听，比就较讲诶更较好诶感受，摕倒来日常生活当中来去创造家己上好诶嘢。各位浅浅，你最好的模样是长怎样？你感觉你上水诶时阵是18岁还是16岁？上缘投诶时阵是18岁还是20岁？拢毋是哦，拢毋是哦，毋是咧讲少年哦，是你上好的模样是什么时候？各位浅浅，今摆就是你上好的时阵，因为今摆你有咧想即个代志，今摆会晓安尼抛出即个问题，即个疑你就咧想啊，我啥物时阵上好？今摆上好，不管几岁，无管年龄的，没有年龄之分，你自身躯摕出来咧做主，你今摆会去思考，你会当创造。明仔载更较好的自己，你的模样就会出来。所以啊，注意细微处，把家己细微处的不足慢慢改变，咱就会当啊运用摕到的资源是啥？咱有当做个资源的啊，前尾请咱家开班的时阵，就甲一寡新道亲啊，甲引入来活动，参加活动，啊，互伊了解道场就是安尼，啊，互伊一步一步慢慢感受讲道的殊胜甲宝贵，互伊感受着，互伊进而加入修办的行列，这也是咱享受咱珍贵的选择，不是去受自己曾经不好选择的罪，是享受哦，这享受选择哦，啊，这嘛是道的奥妙。所以呢，有他借着咱吴敬宇老前人来最后，伊伫这种语言讲的是配道之实，利道之理，啊，用道之妙，来学习这篇咱的国心中啊吼。咱会晓咱诶来所学册啊，啊实在是无法度吼，上圣人诶教义讲啊真好啦。啊，若要讲家己咧讲诶，我讲家己讲家己想诶啦，毋对诶足济啦。啊，咱过时甲错误不足所在，盼望咱社会主体感下济，咱前年、不前年都会将咱书咱都会真正让大家会当积极啊。最后呢，就让各位浅显，让我当去脾气、改毛病，把道的题。用心去感受，把道的微妙真的去把它发扬光大，然后把道的那一种妙用呢，给大家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。最后祝大家南农美大精进修办，同胞母亲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谢谢。大众请起立。感谢陈讲师慈悲，前道鞠躬，吞道鞠躬。让我们再以热烈的掌声来感谢陈讲师慈悲。各位贤贤，接下来是我们的休息时间。